大家好，我是鬼鬼，欢迎来到方神说。今天我们就继续讲唯品会。咁咧唯品會咧，佢去到今時今日咧，成個生產線咧，你都會發現咧，喺線上同線下咧做咗好多嘅品牌推廣啦，咁啊好多嘅綜藝節目推廣啦，咁佢嘅品牌咧亦都越嚟越嚴謹啊，甚至乎咧喺線上邊咧，佢同天貓同京東、拼多多咧整個系統咧都係好唔同嘅。咁佢哋有咩差異化咧，令到唯品會咧可以係跑出咧？然之後咧點解可以一路維持到佢個季度嘅盈利咧？唯品會咧，其實咧我都比較了解嘅，因為係我一個服裝品牌公司一個合作嘅伙伴啦。咁唯品會咧點解可以實現到佢一路可以維持到盈利？其實有幾個要點嘅。咁譬如咧喺我嘅潮流品牌上邊咧，同唯品會嘅合作咧，佢係經過大數據，佢會俾一系列嘅數據我，然之後咧佢話俾我聽咧，未來咧咩產品咧係好賣，然之後咧我哋跟隨住大數據去設計款式，導入自己品牌嘅靈魂。咁呢一個模式咧就係基本上咧同佢預測咧係唔會有差別嘅。基本上佢嘅大數據咧係非常之準，我哋要訂幾多貨，做幾多貨，佢可以賣到幾多，個時間節點、銷量同埋款式咧、顏色啦。用戶嘅喜好咧，佢基本上已經好精確地話到俾你聽點樣去做。譬如咧，佢會用80%係大數據，你跟住呢80%咧做基礎，然後咧你用20%咧係你自己嘅貨品你做創新。咁咧佢永遠咧就唔只有大數據啦，佢仲有20%嘅產品去創新。咁佢大數據咧，佢已經補咗底，你一定係好賣。然之後咧，你20%咧有機會咧好賣或者唔好賣嘅，但係咧你就唔好賣嘅話咧，你就知道呢啲款式咧喺未來咧佢未必係一個趨勢啦。咁你呢啲貨咧就冇用，但係你喺80%係好賣嘅貨入邊咧，你就會知道咧成件產品咧你都唔會出現到虧損。咁咧，唯品會嘅模式咧，佢有啲似咧，我哋以前咧去講過嘅海瀾之家，因為咧佢係基本上咧佢係冇承擔過庫存嘅。我作為品牌方啦，我做貨俾佢，然之後咧佢喺佢嘅店咧線下度寄賣咧，喺佢全國咧有300間嘅渠道，咁300間嘅渠道咧，可能我要供貨咧一季咧，我就要供過千萬嘅貨俾佢，但係佢過千萬嘅貨咧，佢係1蚊都唔使攞出嚟嘅，咁佢就係咧負責咧去做呢個銷售，然之後咧就冇㗎啦。基本上咧就係咁樣，佢淨係做銷售咧，去擺貨陳列咧，基本上佢就將你嘅貨品咧就全部搬晒上去，然之後咧，但係咧佢嘅貨品咧嘅內容咧係同你一齊咧去研究過，所以咧短短咧喺半年前咧，我哋已經知道咧一個鋪入邊咧係有乜嘢貨喺入邊，有咩品牌喺入邊，譬如Nike、Adidas、李寧、安踏。佢都會同我哋嘅潮流品牌放埋一齊，咁我哋個潮流品牌嘅嘢咧，點樣唔好同其他品牌去重疊咧？因為一個商店入邊咧，佢有線上同線下，喺線下嘅商店咧，佢唔係無限嘅空間嘅，所以一個空間裏邊咧，佢有幾多個品牌，有幾多嘅陳列，佢要放幾多貨咧，佢已經喺早1季甚至2季之前咧，我哋已經定好晒。咁譬如我哋做貨咧。譬如你喺7月份見到嘅貨，其實我哋喺1月份我哋已經要出好晒設計，然之後要工廠度做㗎啦。所以好多人咧，佢誤會咗一樣嘢咧，就係話譬如你冬天嘅貨，其實咧我哋喺上一年嘅冬天或者喺夏天嘅時候咧已經要做㗎啦。所以我哋係要提前1季，因為做貨嘅時間咧一般咧要45日，咁你出設計圖可能又要45日，前後就要3個月時間，咁你仲有運輸嘅時間咧，所以當你喺市場上邊咧見到一件衫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喺3個月之前咧呢件衫嘅初型咧我哋已經做好咗㗎啦，然之後咧就將呢件衫咧複製1萬件、1000件咁樣去賣，所以咧我就解釋到俾大家聽咧，點解咧唯品會咧佢係點都會有盈利收入嘅，因為佢根本就冇庫存喺度，佢冇一個自主嘅品牌，佢係唔需要有庫存，因為全部都係其他嘅品牌。譬如我屬於潮流品牌，點解唯品會選擇同我合作咧？因為係好少嘅品牌咧，因為佢屬於一個唯品係一個特賣場，其他奢侈品嘅
品牌咧，佢會放一啲咧係賣唔出嘅貨，然之後俾佢哋寄賣，而並唔會咧俾新貨佢俾唯品會打折扣啊嘛。咁佢可能咧喺一年裏邊咧，淨係可能係象徵式俾一兩件貨係爆款嘅，做下推廣咁就得。但係你哋要供應佢300間門市咧，基本上其他嘅鋪位咧冇可能係俾新貨佢哋去賣嘅，因為新貨咧佢哋自己咧要擺喺自己直營嘅鋪頭入邊，所以唯品會咧一路咧長期落去嘅時候咧，都係攞到一啲咧大品牌唔好賣想促銷嘅貨品，先至放喺佢哋個品牌上邊打折扣。呢啲品牌商嚟講，品牌商係唔會改變嘅，因為佢自己有直營鋪頭。如果咧我將嗰件新品打折扣俾你唯品會賣，就會直接影響到我直營店裏邊嘅銷售。所以咧呢件事咧係永遠都冇辦法解決。所以唯品會咧就開始另闢一個新嘅路徑，就係揾一啲潮流嘅品牌方加入，然後咧願意配合佢哋，俾佢哋做新貨。咁大部分嘅品牌方咧係唔會接受呢個條件嘅，因為冇可能一出貨就會俾佢特賣噶嘛。咁你不俾佢特賣嘅時候，就會影響你直營店嘅銷售。唔會有一個嘅品牌方咧願意係為唯品會咧去提供獨特嘅新品俾佢上架，然後佢進行特賣，因為佢可以自己鋪頭線上或者係線下都可以正價去推出。咁點解要俾佢特賣咧？所以對於品牌嚟講咧，係冇可能發生嘅事。但係放喺我嘅角度上邊咧，呢件事就非常之容易解決啦。因為佢擁有300間鋪，我只要計好一個成本，我就可以壟斷呢一個銷量。所以咧，潮流品牌呢個途徑裏邊咧，我放喺唯品會線下嘅店咧，係佔走佢百分比咧超過10%。咁點解可以做到咁樣咧？因為我係跟隨最大數據去配合佢哋去做貨。咁配合佢哋做貨嘅時候咧，只要咧佢哋不斷咁樣將我嘅貨品賣出去，我個量一成大咧，其實變咗咧係一個雙贏嘅模式。但係好多嘅品牌方咧，佢睇唔到好遠嘅事，佢睇唔到整個格局嘅時候咧，佢就唔會願意同唯品會進行呢一個合作嘅。咁唯品會咧啱啱提到啦，佢就係冇庫存。第二個優勢咧，佢就透過咗線上嘅平台咧，掌握到大量嘅用戶數據，然之後咧再開發線下嘅渠道。所以佢線下嘅渠道咧係有跟隨住咧線上賣得出，然後好賣嘅特賣品，然之後放喺個鋪入邊。所以佢透過線上嘅大數據咧，利用大數據咧喺線下店裏邊咧進行銷售，所以咧線下銷售咧就會得到一定嘅保障。所以咧，佢係善用到高科技同大數據。咁第三樣嘢啦，唯品會嘅推廣咧係非常之龐大。咁佢嘅龐大到咧就係綜藝節目咧都會不斷咁樣去湧入。譬如佢揾到周杰倫，揾到昆凌，佢仲揾到好多其他嘅藝人咧，去不斷去為呢個唯品會咧洗腦式咁樣去灌輸。咁佢就維持到90後、00後，甚至乎未來嘅人咧，因為佢哋都會睇綜藝節目㗎嘛。每一代嘅人佢都會睇電視，睇一對新嘅節目。佢只要係新嘅節目，係綜藝節目，佢嘅受眾群咧一好廣闊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唯品會咧係一個冠名贊助商。所以咧，唯品會咧佢喺長期上邊咧喺線上咧佢已經維持到一個戰略定位，喺線下咧基本上咧係難以超越嘅，因為佢已經有300間嘅門市，然後咧佢嘅特賣系統咧已經非常之建立得好完整。再加上咧，佢線上同線下咧，佢本身咧就有佢嘅倉庫同佢嘅物流團隊，所以咧喺個物流團隊喺個大家見唔到嘅背後嘅系統上邊咧，佢已經好完整。咁亦都形成咗協同效應，就係佢線上佢需要嘅倉庫、需要嘅物流，然之後咧線下需要嘅倉庫同物流咧都係共用嘅。呢一個咧就係令到咧點解佢嘅股價咧可以一路咁樣升值，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係難以出現其他競爭對手去壟斷到呢個地位。你唔係一個普通嘅平台咁簡單，你已經係線上同線下相結合嘅大型平台。我估計咧未來咧唯品會咧就會喺香港度2度上市啦。呢個基本上係100% 會命中到嘅嘢。咁點解去到100% 去命中咧？因為其實咧
喺遠遠咧喺中國300間嘅門市咧喺1-2年間實行做出嚟，但係咧我估計咧唯品會咧最終咧最少應該要開到3000間門市咁多，咁佢大部分咧應該要覆蓋喺2、3、4線嘅城市，咁喺呢一度咧。3、4線城市咧要全面覆蓋咧，大概咧可以攞到3000間至6000間嘅店。以我最低嘅標準3000間去計咧，佢嘅擴散速度咧點解咧會慢慢放緩咗落嚟咧？第一個就係2020年嘅時候疫情嘅問題啦。第二個就係2021年咧，佢哋做一個品牌嘅整合啦，因為咧佢將一啲嘅舊有嘅大家都俾舊貨佢嘅品牌咧開始篩出去啦，所以咧喺唯品會咧，其實喺2021年咧喺線下嘅品牌咧，佢係篩走大量嘅品牌，甚至乎咧佢喺線上嘅品牌商咧，佢都喺度剔走。咁咧我依家咧就去分析下唯品會嘅線上同埋天貓、淘寶、京東、拼多多嘅線上咧有咩差別咧？咁咧，天貓咧、淘寶咧，佢係好一個大部分人咧都可以參與到嘅平台。譬如天貓可能難啲啦，可能你個入場費已經係6萬蚊，你要俾好多嘅押金俾天貓啦。咁你俾完之後咧，你仲要去同一大眾嘅競爭者去競爭。你要去競爭嘅時候咧，就要賣流量啦，去賣直通車啦，去賣首頁推廣啦，你要俾好多錢阿里集團咧，然之後咧先至可以獲得到咧人流。咁但係咧唯品會咧，佢係啱啱相反嘅，佢係唔需要你買任何流量嘅，但係你要入到去嘅系統入邊咧，佢係要經過嚴格嘅篩選，因為咧佢固定咗就係依幾個品牌，就係依幾個品牌，你就可以譬如佢屬於運動品牌，你係 Nike、Adidas、李寧，你係安踏，佢俾你入嚟，佢俾你入咗嚟之後咧，你係唔需要買流量嘅，佢係會自動提供流量俾你。咁佢要你嘅就係你啲款式不斷咁樣上去，不斷去更新。咁呢個差別對於一個品牌方嚟講咧就好大啦。點解話差別好大咧？你買流量咧就等於你買一個人流，你嘅人流越多咧，你可能購買到嘅用戶咧。可能係命中100個中1個，1000個人中1個，你1萬個人中1個，你要一路好精準咁樣去買流量做測試。但係唯品會係唔需要你買流量，但係佢會直接俾流量你，所以喺個成本上邊咧，對於品牌方咧係節省到好多好多嘅錢。呢一個咧成本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大家聽過流量好貴呢樣嘢。咁喺唯品會咧，但係佢既然咧佢會俾流量你，咁所以咧。你好難咧可以入到成個唯品會嘅系統嘅。譬如我嘅做法就係喺線下通過咗一系列嘅合作，我哋產生咗一個合作，大家見到一個數據出嚟，我哋嘅銷量係好嘅時候咧，再攞到佢線上嘅品牌，咁其實呢個線上品牌嘅牌照咧，咁你就可以將你嘅產品放上線上，咁你線下咧同線上咧就可以相結合，咁呢個品牌方咧就可以同唯品會咧同步咁樣成長。咁呢一個就係唯品會咧係比較獨特嘅之處，同其他天貓、京東、快手唔同。咁唯品會咧，你可以望到咧，佢未來嘅競爭對手咧係唔會有嘅。點解唔會有咧？因為喺特賣呢一個系列上邊咧，佢已經唔同天貓，佢唔同京東，佢唔同拼多多。佢係純粹一個品牌嘅特賣，所以咧佢攞到嘅授權越多咧，佢仲可以喺度篩選。譬如佢今年咧就可能篩走1/3，明年再篩收1/3，你剩翻嘅品牌咧都係最優質嘅品牌。然之後咧佢最後咧肯定咧又回復翻到去唯品會咧，最終嘅原點就係輕奢侈品呢一個奢侈品嘅品牌。然之後咧係用2、3線咧做一個基礎，然之後咧喺奢侈品特賣上邊咧進行翻咧原本10年前咧佢本身嘅藍圖。咁就好似一個8-2法則裏邊咧，以前咧。奢侈品咧係冇市場嘅，但係佢係想做奢侈品，但係冇市場嘅關係咧，所以咧佢就揾到2、3、4線嘅品牌，做定咗一定嘅固定嘅流量、固定嘅盈利、固定嘅客戶。咁咧未來咧，佢慢慢咧就將一啲比較劣質嘅品牌咧篩走，然之後咧就會換嚟更加強大嘅品牌。最後咧，最終咧大家可以見到就係一定係最優質嘅品牌咧，都會停留喺唯品會上邊。然之後咧，唯品會咧亦有可能咧推出到自己嘅品牌。咁唯品會咧推出自己品牌咧，可能性咧係未必咁大嘅。點解咧？雖然好多嘅專家咧會講唯品會咧佢一定會做呢個自己品牌，但我認為機會不大。第一個原因就係佢如果佢要做自己嘅品牌咧，
佢會消失到其他嘅品牌供應商，因為佢一定係會專攻自己嘅產品㗎嘛。咁佢專攻自己產品嘅時候，就會影響到其他品牌嘅銷量。所以咧，呢一個係一個痛點嚟嘅。第二個痛點就係佢要增加庫存，佢要冒住咧係被銷售滯銷嘅風險咧，呢一個先至係最核心嘅問題啊。所以佢暫時咧，佢唔需要承擔任何庫存風險，因為佢根本冇一件貨係唯品會自己生產，佢只係一個平台，佢平台嘅成本係非常之低嘅，佢只係一個扣點。譬如你買一件衫出去，可能佢扣咗你50%，你哋5分賬，你俾貨佢，佢就負責佢營運。咁你對於我嚟講，我就係設計功課、設計功課、設計功課。對於佢嚟講就係收貨去賣、收貨去賣、收貨去賣。咁如果佢要做埋我嗰一份品牌方嗰一份咧，佢會面臨住咧就係庫存嘅風險。舉個例子啦，就係佢依一家咧，譬如我嘅產品賣唔出啦，依一季完咗啦，佢慢慢咧陸陸續續退翻貨俾我，我就要諗另外一啲辦法咧，去將呢啲庫存咧再銷售出去。咁或者咧放喺第二年嘅時候咧，唯品會再賣。咁但係咧，如果唯品會咧佢係自己品牌自己去出產品嘅時候咧，呢一個風險咧就變成轉嫁翻俾佢自己。咁呢一個係非常之冇必要嘅。所以咧平台就係平台，佢唔需要做零售商。所以我哋一定要咧去明白咧佢個系統係 B to C 定係 B to B。所以佢呢一個模式咧，絕對咧係唔會變到自己嘅產品出嚟。如果佢變成自己產品出嚟咧，基本上咧佢股價咧，大家可以預測咧，佢絕對係暴跌嘅。咁從股價方面咧，唯品會咧，既然咧我啱啱解釋咗啦，佢係一個線下嘅同線上相結合嘅品牌咧，喺未來10年咧都唔會一個平台咧可以與其競爭嘅，因為佢呢個係比較冷門嘅平台。佢屬於一個特賣嘅平台，Outlet 嘅平台，而 Outlet 嘅平台咧，喺個經濟好同經濟唔好嘅環境底下咧，佢都係一個長期都會有一群好嘅購買者。點解咧？因為平嘅嘢咧，喺經濟唔好嘅時候咧，又會有人賣；喺經濟好嘅時候咧，本身買唔起呢啲屬於平價嘅產品嘅人咧，佢本身就唔賣嘅。喺經濟好嘅時候咧，亦都有一群人咧會賣，所以咧佢嘅情況咧係比其他嘅品牌咧係容易維持嘅，因為佢屬於中低端嘅下游，而譬如京東係屬於中高端嘅上游，譬如天貓亦都係中高端嘅上游，喺中層咧亦都有淘寶，咁喺中下層咧呢一個缺塊上邊咧啱啱好咧就唯品會咧就完全覆蓋咗呢個點。所以咧，唯品會咧，佢慢慢咧會發展線下嘅店鋪越嚟越多啦。然之後咧，好明顯咧，最終咧佢一定咧係會變成一個收息股嘅。點解佢會變成收息股咧？因為唯品會咧，當佢擴張到成個中國都係嘅時候咧，佢係難以咧再喺美國或者歐美市場咧去發展嘅。所以我哋只要計得到咧，佢嘅飽和度咧，佢喺第二輪嘅融資上邊咧，喺香港上市咧，佢大概融資筆錢咧就係發展線下嘅平台，佢要開店咧，一路增加店面，咁店面之後出現到咧就係飽和之後咧，依間公司咧就停止發展，然後收息，所以咧基本上咧最黃金嘅時期係只有3至5年嘅時間，所以咧唯品會咧喺香港上市咧，大家咧可以諗到佢嘅價值咧只有3至5年，然後5年之後咧基本上佢就已經股價到頂啦，發展空間亦都到步啦，佢嘅歷史使命咧基本上咧已經完結㗎啦。就係咁樣，大家就可以知道成個唯品會咧喺過去、現在、未來嘅走勢係點樣。那京東、淘寶、天貓還有拼多多、唯品會，他們的差異化是在哪裡？大家可以咧諗一諗咧，4種嘅用戶體驗係啲咩咧？譬如大部分人咧去買嘢，第一樣嘢佢可能搜一搜嘅係淘寶。點解去淘寶咧？因為佢嘅品類好齊全，基本上你會揾乜嘢，可能淘寶都會有。咁但係咧，你喺淘寶揾完之後咧，你見到呢個產品嘅時候咧，你未必可以買到最優質嘅產品。咁你想要優質啲嘅產品嘅時候咧，你就可能會去到品牌方上邊啦，就你會去到天貓。天貓係一啲品牌啦，係大型品牌會進駐咗天貓，就唔係普通嘅任何人可以開到嘅淘寶店啦。
去到天貓店上邊咧，大部分咧係品牌方，咁你個品質咧或者係佢個品牌咧一定係比較大一啲嘅，咁你嘅商品價格亦都比較高一啲。咁啊，普通人咧想要好啲嘅產品咧，就會上到天貓，亦都咧去到天貓上邊咧，你就會知道咧，呢個係正品，呢一個咧係旗艦店，呢一個咧可能係明星代言，咁你就唔會喺淘寶上邊去買一啲比較高端嘅產品。咁啊，再另外一啲咧，就係譬如我想要一啲家電，或者係一啲更加高級啲嘅嘢，你可能就會去到京東上邊啦。京東咧又係屬於咧品牌方嘅嘢，就唔係普通人可以入駐京東嘅。咁咧就係呢三種區別咧，已經係唔同噶啦。咁去到唯品會上邊咧，大部分人咧都係會選擇一啲品牌嘅特價品。咩叫品牌特價品咧？就係譬如你喺 Nike 要買件衫，喺 Adidas 買件衫，你喺官方上邊咧，你見到呢個產品幾中意喎，有冇同款啊，或者係同性能啊，或者係差不多嘅款式咧？你想平啲你要平啲，但係你可以接受呢個產品咧，可能冇咁高質嘅，咁你就會去唯品會上邊，因為唯品會就夠平。佢基本上咧就話俾你聽咧，整個平台咧最平嘅品質咧就喺唯品會上邊。你喺唯品會上邊咧就會揾到價廉物美、性價比最高嘅貨品。所以咧你可以將佢分成中高低三類。高端咧就係京東、天貓，去到中端咧可能就係淘寶。淘寶咧係比較雜牌一啲嘅，佢嘅覆蓋率係比較大一啲嘅。咁你去到中下游嘅時候咧，就見到唯品會，因為佢大部分咧都係啲品牌嘅特價品。佢永遠咧去到唯品會嘅人咧，佢唔係想要最潮嘅嘢，佢唔係想要最貴嘅嘢，佢係想揾性價比最高嘅嘢。咁所以咧，呢一群揾性價比最高嘅人咧，佢哋都會聚焦晒喺唯品會。咁啊，你可能你揾平嘢嘅人咧，你就聚焦晒喺淘寶。咁你揾一啲有品牌力嘅人咧，佢就會去到天貓、去到京東。所以咧，四者咧喺電商裏邊咧，從呢個反斷法裏邊咧，佢哋都係做緊一個電商嘅平台，但係其實咧，佢哋各佔咗一個山頭。一個山頭咧，就令到佢哋咧都有好清晰嘅定位，然後呢個定位咧係不變嘅。如果咧有一個人咧，譬如喺天貓上邊，佢做品牌特賣，全部都係好似做到唯品會咁樣咧，又係唔得嘅。喺到淘寶咧，佢唔要一啲中小企，因為天貓淘寶咧係想做一啲佢想令到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生意啊嘛，所以佢個覆蓋率係好大，佢要嘅係龐大嘅流量，咁喺流量上面賺錢，咁亦都佢做唔到唯品會嘅效果嘅，所以咧佢哋呢四個領域上邊咧，京東咧全部一啲都係一啲大型嘅品牌折扣產品佢提供最好嘅輸送模式24小時配送呢啲全部咧，你會發現咧喺四個山頭裏邊咧，大家咧係各領風騷嘅，都喺反壟斷法上邊咧，大家都好似咧亦都係電商平台，但係大家都唔會佔領到對方任何嘢。呢一個規則咧，亦都喺未來5年裏邊咧，相信都不能夠變動啦。就好似咧，我哋以前講過字節跳動啦，字節跳動嘅抖音咧，佢透過短視頻咧去進行帶貨，但係你會發現咧，字節跳動帶貨嘅商品咧係比較單一一啲嘅，佢要透過好大量嘅短視頻製作嘅成本好高，然之後咧佢唔係一個平台擺出嚟，佢要透過直播嘅模式，透過短視頻模式進行帶貨，佢就唔似商品掛咗喺度咁樣，佢比較似一個喺街邊見到嘅流動小販。但係呢個流動小販咧，可能係一個網紅，佢有好多人見到喂，佢推介呢個產品好好但係佢始終咧，佢唔係一個掛喺一個商場入邊嘅產品，佢唔係一個商場，佢係一個個體。咁一個就係大家都喺電商平台裏邊，但係大家各佔咗一個好特殊嘅領域嘅存在。那從投資角度來說的話，他投哪一個會比較好？我分析一下阿里巴巴集團先啦。咁你冇咗馬雲嘅阿里巴巴咧，基本上佢就冇咗靈魂人物。咁所以咧，佢個股價佢最高峰期咧一定係已經過咗㗎啦。因為佢可以發展嘅空間唔大。點解話發展空間唔大咧？喺中國市場裏邊咧係好特別嘅，就係你得人才得天下，你要猛將如雲。但係好多人咧，因為馬雲咧冇咗呢個嘅核心靈魂人物咧，
馬雲退休啦，咁啊所以阿里巴巴咧佢手下嘅猛將咧係好難繼續咧令到個股價咧再創一個新嘅高峰，因為佢已經冇一個好強嘅爆炸力嘅概念嘅特點喺度，佢已經做唔出啦，所以佢單單咧維係住咧原本嘅體系咧已經非常之困難，你仲要去嗰個維係咧，仲要進攻嘅時候咧，相對上比較難，所以咧阿里咧佢嘅股價可能佢慢慢咧會回復翻以前嘅水平，但係咧佢嘅爆炸力咧就相對上欠奉啊。咁啊，京東啦，京東其實咧佢仲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啦，佢建嘅物流系統亦都好好啦，再加上咧佢嘅背後咧有騰訊嘅支持啦，仲有呢個嘅張雷嘅支持咧，所以咧佢成個市場佔有率咧係非常之高。咁京東嘅系列亦都非常之值得注意啦。咁啊就唔會話佢防守唔到或者進攻唔到，佢會偏向有進攻能力，佢偏向有擴張嘅空間。咁啊，我哋直到之前咧有講過京東系列呢一集啦。咁啊去到呢個嘅第三個啦，就係拼多多。咁啊拼多多咧其實咧亦都係用咗最低端下游嘅嘢。咁啊呢一紮嘅用戶咧屬於4線用戶啊，或者係3、4、5線用戶，最低時間係好多嘅，大家去冚一刀咁啊拼多多。咁啊呢一個嘅我唔認為佢係可以咧有一個強勁嘅爆炸力嘅，因為投資者咧對於一啲嘅商品咧，佢冇一個好大嘅概念咧，佢係冇任何一個爆炸力空間，因為佢費時失事啊！呢件事佢唔夠快。咁啊，又翻到去講唯品會啦。咁唯品會咧，我認為咧係最值得投資嘅其中一間公司嘅，因為第一個咧佢合作伙伴係我啦，我嘅品牌咧，咁所以咧唯品會咧佢亦都會見到咧，你可以預測到佢嘅市場佔有率咧。咁啊唯品會咧，你可以見到佢依家嘅線下咧係300間。咁但係遠遠咧，整個中國咧要覆蓋到整個中國，要起碼3000至6000間店，係個好基本嘅要求。即是話佢基本嘅覆蓋面咧，只係佔咗1/10，即是話佢仲有10倍嘅增長空間喺線下嘅渠道上邊。咁啊，你會知道咧，既然咧佢係一個服裝品牌或者係一個平台咧，咁你就可以諗到咧，中國咧有幾多個市場係可以放到唯品會嘅鋪位，咁你就可以計得到咧，佢依家咧仲有10倍嘅空間去發展嘅喺線下平台上邊。咁你好簡單去計啫，就一個平台咧，一間店咧，如果可以為你帶嚟100萬嘅收入，佢依家有300間，咁300間咧，你可以見到300間就係3億。咁你如果有3000間咧，就會有30億。咁你就可以計得到咧，佢未來咧可以增長嘅空間有幾大。咁咧就可以發現到咧，如果佢下一次咧再上市嘅融資咧，就會係喺渠道上邊咧，喺銷售門店上邊咧進行擴張。所以我哋咧好多時咧要用企業家嘅角度咧，同經濟嘅角度咧去分析間公司咧未來咧佢應該會點樣發展，從而咧我哋知道咧佢嘅終局目標去到邊度，然之後再倒推翻佢現在喺咩位置，咁你就可以見到咧佢嘅股價咧爆發增長嘅空間，你可以預測到佢咧會發展成點，最後成形係點，佢嘅結果係點咧？我哋今日咧基本上咧已經可以睇到5年之後嘅唯品會發生咩事，佢嘅部署係會發生咩事，因為佢得翻大部分咧人咧投資者咧，佢最差嘅一樣嘢就係佢睇唔到咧一間公司咧未來會發展成點，然之後咧佢嘅終局係點樣，佢個股價去到邊一度係屬於最高峰。咁但係你哋從企業家角度咧，你就可以好清晰到咧佢成個發展嘅邏輯，然之後咧佢複製嘅速度好簡單嘅啫，就係譬如你喺1年你可以開到100間店，咁你要開3000間店，即係話你每一年你可以平均開到幾多間咧？可能你只能夠開到300間。咁你每300間店，你要用幾耐嘅速度先可以開夠3000間咧？可能你要用3年至到5年嘅時間，你先係開得到咁多間。咁你呢一筆錢點樣嚟咧？即係必須要透過新一輪嘅融資，然之後去開店。咁你開店嘅時候咧，你做中開完之後啦，你就要有1年嘅時間慢慢資金回流。咁你會資金回流完之後咧，你會發現冇發展空間咯喎，會唔會喺國外繼續發展咧？咁既然喺國外發展唔到嘅時候，佢嘅資源咧就會繼續咧保持喺呢個水平上邊，就冇爆炸力啦。股價咧亦都會去到呢一度咧，就成為一個高峰。然之後呢間公司咧繼續係維持到盈利嘅時候咧，佢慢慢回收資本啦。咁佢嘅股價咧就慢慢咧從最高位咧慢慢開始下跌翻落嚟。咁下跌翻落嚟咧，佢慢慢咧就會形成一個派高息嘅公司。咁呢間公司咧就會成為咧歷史咧從最高
到最終咧，你都會知道點樣去發展，點樣去投資。咁喺唯品會咧，我哋就去講到呢度啦。到下一次咧，我哋就講下其他嘅公司或者人物啦。好，那這期就結束啦，拜拜。